讲到这台中新光三越百货公司发生爆炸，到达是第5天咯。消防局表示讲，无排除是这泄漏气体已经全部烧了啊，才无看到这火星喷出来。另外，这现场乱糟糟，台中市的都发局就表示讲，新光三越就要提报安全防护计划，不过到达拢还未上来。新光三越也讲，已经委请建筑师准备安全防护计划书，会赶紧来送件。要若时间无照规定来申请这部分的，新光三越也成日有过失。台中新光三越起爆发生了后，消防局以热现象仪来勘查，温度大约伫24度。红烧迄地温度相对是较悬，但是无亲像一般的火场发生了后，竟要继续高温。消防局根据证据研判，起爆的迄当下外泄的气体，无排除已经完全烧掉。这个爆炸的时候，在一瞬间它就已经完全燃烧了，所以才会让大家看到爆开的时候是没有火光的。不过事实上，因为有民众有被灼伤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还是断定它还是有燃烧的一个过程。起爆迄当时威力真大，不过却无出现明显的火焰。有化学老师指出，现场的空气当中可能存在可见物，短时间就烧完，来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它今天这个状况可能会是它瓦斯的比例刚好跟空气到达一个只能说是比较刚好的程度，所以它烧完的过程会非常剧烈。起爆过后第5天，台中新光三越大楼外观嘛是有未少物件可能会落落来。一透早施工人员当进行一面处理、一面规划后续的处理作业。不过台中市副市表示，到当也未收到来自新光三越的安全防护计划。那这部分要赶快提出相关的安全认定跟鉴定，那这个部分才可以确保我后续的人进去抢救相关它的物品的时候，不会受到里面的倾倒物或是结构安全的危险的影响。都发局表示，检调同意针对牵连危险的外墙微波和无牵连收集证据的楼层先做安全防护。新光三越应该会同技师赶紧提出结构安全认定计划，尤其外墙的部分应该需提出加强防护措施。也那这段改善期间，应该由这个公司负全部的法律责任。应该今天我们在流程中，那专业的建筑师呢，就会在都发局这边呢配合政府呢进行相关专业的一个计划。新光三越表示，案件上紧17就向都发局提出。另外，对外界指期管内时间并无按照规定申请，新光三越坦白讲有问题，并且愿意接受相关的裁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